今日整一部 iPhone 8 Plus， 大家可以見到呢部機個熒幕有好明顯嘅黑線，後殼仲碎到一塌塌。今日同佢換個新熒幕同後殼，等佢滿血復活，取下主板和後攝像頭，拆咗揚聲器同震動馬達，拆咗尾插，跟住就係按鍵部分嘅細零件，用膠鏟鏟起電池，拆咗音量排線，呢個就係無線充電模組。拎出我哋嘅全新後殼之後，將頭先拆下嚟嘅零件逐樣裝返去新後殼度。貼返全新嘅防水膠，將原裝嘅鏡頭拆落嚟裝返去新後殼度，拆咗 Home 鍵，拎出全新嘅熒幕裝上去。裝好之後，將熒幕裝返機身，擰返底部螺絲就搞掂。OK，搞掂晒。